创世纪第3章，人违背命令。主上帝所造野地一切的动物，蛇上开克。蛇对妇人人讲：上帝减有影讲，园内所有的果子，恁拢袂用得食。妇人人对蛇讲：园内所有的果子，阮拢通食。只有园中迄丛树的果子，上帝捌讲：恁毋通食，嘛毋通摸。恁若毋听，恁会死。蛇对妇人人讲：恁无一定会死。上帝知，恁食的时，恁的目睭就会开，会亲像上帝，分别善恶。妇人人看迄丛树的果子好食，教目，阁为互人有智慧，就真欣赏。伊就挽迄个果子来食，说互甲伊做伙的丈夫食，伊的丈夫嘛食。因两个人的目睭就开，才知家己是赤身裸体，就变无花果树叶做裙下底。黄昏凉冷的时，迄个人甲伊的妇人人听到主上帝伫园内伫行的声，就秘伫园里的树仔内，闪避主上帝的面。主上帝叫迄个人讲：你伫倒位？迄个人就讲：我伫园内听到你的声，就真惊，因为我赤身裸体，就秘起来。主上帝就问：什么人甲你讲你赤身裸体？你是毋是食我吩咐恁毋通食迄丛树的果子？迄个人讲：你互我甲我做伙迄个查某人，伊摕迄丛树的果子互我，我就食。主上帝对妇人人讲：你若会安尼做？妇人人讲：蛇甲我引诱，我就食。上帝判罪。主上帝对蛇讲：你既然做即个代志，伫一切的精生甲野地的走兽，你特别着受咒诅。你要用腹肚行路，一生食土粉。我要互你甲妇人人结冤仇，你的后代甲伊的后代嘛结冤仇。伊要伤你的头壳，你要伤伊的骹后端。阁对妇人人讲：我要大大加添你怀孕的痛苦，你要催尽痛苦才生囝，你要恋慕你的丈夫，伊要管辖你。主上帝嘛对亚当讲：你既然听趁你的某的话，食我吩咐你毋通食迄丛树的果子，所以土地因为你的缘故受咒诅。你着一世人劳苦，才袂当对土地得到食物。土地要因为你发刺皮甲一个，你要食野地的菜荽，你着汗流满面才有通食。到你归土，因为你是对土捏造的，你本是土粉，嘛要归伫土粉。迄个人甲伊的某号名叫做夏娃，因为伊是人类的老母。主上帝为着亚当甲伊的某，用皮做衫，互因穿，受赶出伊甸园。主上帝讲：但即个人已经甲咱相款，会分别善恶。伊若伸手去挽活命树的果子来食，就会活到永远。主上帝就将伊赶出伊甸园，互伊去种作土地，伊是对土捏造出来的。主上帝将迄个人赶出去以后，伫伊甸园的东边设四面灯饰，
发黑焰的剑，派天煞基路伯，丰收去换命树的路。